霍師傅，嗯，哇，你依家冇乜嘢啦，你可以翻房休息。你正話試咗我嗰拳，你認為點？有力嘅，不過係碎料嚟嘅啫。我知，我正話只不過用2成力嚟打你。2成力？不過我都係用2成力擋你嘅啫噃。點解你唔用全力打我啊？我始終都係恐防會震傷。震傷我？年青人，你太睇小我霍環啊！我嘅鐵布衫縱橫江湖幾十年，只有我震傷人，未俾人震傷過嘅。點解你唔全力打我啊？不過依家冇嘢啦，你可以翻去啦。既然係咁，我哋再嚟過。乜話再嚟過？今次我必定全力以赴，保證唔會令你失望嘅。全力以赴，保證唔會令我失望。你唔想啊？想啊嚟。嚟咪嚟，怕你咩？嚟。哎呀，敏，乖女，你嚟得真係時候啦，阿爸錫晒你啊！阿爸。